瑪嘉烈同大衛喺嗰一程車遇上咗，然後就成為情侶。之後就做晒所有情侶都會做嘅事，行街、食飯、鬧交、好翻。戀愛根本就係三幅皮，每對情侶行嘅路都幾乎一樣。浪漫完就要面對現實。瑪嘉烈同大衛而家就行到呢一步。所有話自己適合獨居、要有私人空間嘅人，只不過係未揾到一個人想同佢一齊生活。冇人天生係獨家村。瑪嘉烈答應咗同大衛同居，好事嚟嘅，可以令一段感情更加立體，睇到情人嘅真面目咯。呢一樣都係挑戰。佢中意食完早餐先刷牙，佢就要刷完牙先食早餐。佢要開電視先瞓，佢就有光就瞓唔到。相愛好難，相處更加難。兩個咁唔同嘅人要喺同一個空間相處，要互相遷就、妥協、忍讓，就係為咗有人一齊返屋企呢一種感覺。情人可以同自己嘅朋友成為朋友係一件好事，但係當情人同自己嘅朋友做咗好朋友，就會係一個麻煩。我和你到底係邊一個我同邊一個你？我中意你，中意我，我中意你，中意我。大衛反覆諗住呢句説話。若果瑪嘉烈係因為呢個理由而同佢一齊，大衛覺得冇所謂，至少佢嘅付出有維繫呢段關係嘅作用。唔係所有付出咗嘅感情都有價值。裂痕最初出現嘅時候，通常都冇人為意，以為過咗去就算。感情嘅缺口唔會一朝一夕形成。成日話俾第三者介入，其實第三者根本冇心。大衛覺得同 Diamond 見面係一個唞氣位，通常閉一口氣閉得太耐，要唞嗰啖氣就越大。思想係最難控制，叫自己唔好諗就會諗得更多。瑪嘉烈呢一刻唔想自己想入非非，但係佢控制唔到，一隻又大又厚嘅手依家喺佢頭、肩、頸，再落去究竟會去到邊？大衛最中意食燶邊嘅蛋，佢自己永遠煎唔到。今晚瑪嘉烈爭住幫大衛煎蛋，佢想為大衛做翻啲嘢，煎隻蛋都好。大衛唔係食唔飽，佢只係想食翻多啲嘢落肚，沖淡啲咖喱藥。呢度有兩條鎖匙，一條想留住瑪嘉烈，另一條想打開佢嘅心。瑪嘉烈將兩條鎖匙放埋一齊，佢想比較清楚呢兩條鎖匙嘅分別。偷翻嚟嘅嘢永遠都吸引過囊中物。大衛聽到 Diamond 叫佢道理王，忽然有一種甜蜜親切嘅感覺。曾幾何時瑪嘉烈都係咁樣叫佢。大衛以為只有瑪嘉烈先可以俾到佢呢一種感覺，點解第二個人都可以嘅？可能太掛住一種感覺係會令人產生幻覺。人與人之間最適當嘅距離就係適可而止，走得越近，感覺會越遠。無論你幾愛嗰個人，都唔可以太親近。喺天長地久之前，我哋要學識點樣分開。瑪嘉烈為大衛煮咗一碗酸辣湯，大衛問佢：酸辣湯難唔難整啊？於是瑪嘉烈就解釋咗一次酸辣湯嘅做法。今日大衛想再問一次，佢希望可以翻以前，然後將酸辣湯嘅做法永遠放喺心裏面。我哋都習慣將回憶放喺心入面，不過有啲人會將回憶放喺個盒入面，然後再將個盒放喺心裏面，係怕會失去呢種回憶，定係怕佢會走出嚟？每個人要走嘅路都唔同，有人一直向前行，有人兜兜轉轉，有人倒後行，但係無論朝住邊個方向去行，都會有機會遇上。感情嘅世界其實都係一個循環。感情出現謎團嘅時候，我哋都會好想知道答案，但係唔係所有事情都有答案，唔係所有答案都係真相，唔係所有真相我哋都可以接受。好多年之後，大衛諗翻起呢碗粥，仍然記得嗰種澀。而好多年之後，究竟佢身邊嗰個係唔係瑪嘉烈，根本唔重要，因為有啲傷口，無論繼唔繼續同嗰個人喺埋一齊，都係永遠唔會好。當發現自己變咗心，可能或者會覺得內疚。
但係你最想嘅唔係向情人坦白，而係希望對方同你一樣愛上另外一個。大衛選擇相信瑪嘉烈，明知道未必係真相嘅全部，佢都選擇相信，因為佢知道維繫一段關係最重要係信任，而且大衛明白真話係需要勇氣先至可以講得出口。你擁有自己愛嘅人係你嘅福氣，但係有其他人同你一樣，甚至比你更愛佢，呢一種係佢嘅福氣。愛一個人只係想佢快樂，快樂由邊個製造重要咩？人唔會永遠一心一意，總會有一剎那會為其他人而動心，而其中一個心動嘅原因係佢令你勾起快樂嘅回憶。人總會想擁有一啲唔屬於自己嘅嘢，但係當真係有機會得到，又唔敢要，因為一要就會失去自己。最難行嘅感情路係要喺裂痕上面裝作若無其事，從頭嚟過，其實只係一個願望。新生活令人充滿期待，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，新嘅生活只係另外一種掩飾，因為佢哋仍然活喺過去。有人用一生嘅時間嚟留住一個人，但係對方只係用咗一剎那就決定離開。永恆嘅愛情係嚟自單方面嘅心甘情願。究竟離開需要勇氣，定係留低需要更大嘅勇氣？大衛選擇離開，大衛選擇留低。佢哋兩個邊個會快樂啲？愛情係一場持久嘅考驗，要去到終點就要懂得回到最初，諗翻起當初愛上呢個人嘅原因，然之後說服自己繼續愛。